大家好啊，我係 Keith Chan。轉眼間做理財顧問已經12年，真係好感恩啊！呢段時間唔單止見證住兩個女嘅成長，自己從當初嘅新手變成今日熟悉行業嘅顧問。入行前我做過稅務安排，所以好多會計師啦、律師朋友咧都因為我解釋保單比較清晰同埋專業而幫襯嘅。仲記得第一張簽單嘅時候咧，就戰戰兢兢嘅感覺，到而家累積咗1000個客戶嘅支持，令到我諗起當初入行嘅初心啊！今年我特別專注做好住院及危疾保障，好榮幸獲委任做公司嘅理賠大師啊！公司過萬個同事，只有100位做到，比起業界最頂尖嘅 MDRT 仲難10倍咁多，真心好多謝公司嘅栽培。當然啦，過去幾年都成為 MDRT 嘅，咁一個好大嘅肯定啊！另外咧，今年有一件好感慨嘅事情，就係我非常尊敬嘅前輩 Frankie Ho 榮休啦。佢由1979年入行，幫過萬個家庭。佢唔單止教我專業嘅知識同埋正確嘅態度，令我站穩陣腳，而且亦都將部分嘅客戶咧交託俾我。呢份信任同埋認同咧，令我非常感動，更加令我堅定到自己無忘初心，將佢嘅專業精神流傳落去，令客戶安心，更加想令新入行嘅同事發揮得更加好添。如果你有志入行，強烈推薦加入我哋 Central Jaguar 嘅大家庭。我哋團隊超過100人，有好多好似 Frankie 咁出色嘅前輩，仲有來自會計啦、銀行啦、醫療等唔同行業嘅精英，咁多元化嘅背景，令到我哋可以專業咁處理保單承傳、融資、投資、強積金、人壽、危疾、醫療等各方面嘅理財需要。面對 AI 嘅趨勢，我亦都開始用虛擬形象製作理財解說影片，推動客戶善用保障之餘，同時可以提升團隊嘅效率。誠邀你關注我嘅 IG、Facebook， 透過電話、WhatsApp、微信，大家交流下。更歡迎有志加入嘅人士咧，去到我哋嘅頂尖團隊，喺專業同埋創新之中扎根成長。我哋等緊你啊！